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喺你家用欣赏头到看电视看研究的哦，我更加哦，放起来，动一下，热身一下，因为基本我哋做一些重量训练。大家热身的时间，我们开始替的会做开髋屈的动作。开髋屈的动作呢，我们现在会两脚与肩同宽，两手打直之后，那我们会做一个转身的一个动作。对，转身的一个动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脚还是要跟着去动，把我们的髋关节去打开来。那我们大致整个5下就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下半面呢，我会做一点斜向左上，左上右下的一个动作。来，左上右下。那身体的话呢，我们尽量把它转到身体的另外一侧，髋关节的部分也把它转动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现在换个方向，右上左下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那这个髋关节我们做完了。第二个动作呢是十字架的一个旋转。那我们先趴在地上，放轻松。之后我们先转身到左侧的方向，本来的那脊椎放松，我们这个脚是留在原地的。好，1、2、3，好，之后换边。很紧，那我们慢慢的把它放松。1、2、3，好，换边。1、2、3，慢慢用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重力压的一个动作。1、2、3，好，我们再一次。然后1、2、3，来换边。我们脚留在原地，不用去做旋转，把我们的脊椎跟胸椎给打开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第3个动作我们前侧跟45度的一个弓箭步的暖身。那我们先做前，左脚向前之后。那我们弓箭步尽量你把重心朝下，膝盖不要前推。那我们身体呢向后仰，之后侧45，侧边，好，来换脚向前，好45，来侧边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来左脚前。45，侧，好，换脚，前，侧，好 ，OK， 等大家身体压起来哦，多时间陆屯老师叫我来做居家的重量训练。今仔身体压起来哦，今仔开始来做运动的哦，今仔来做一个二头的弯举的动作。今仔摕入卡吼，等下有要的保特瓶如可以准备一些瓶罐，你都可以去准备。这个重量的话，因为等下入水，所以水的部分你可以自家去按照自己的那个体能去做一个调配。基本拿1公升的保特瓶，水呢差不多入多些，差不多1/3。拿1/3的重量提做。今天等做二头弯举的时候，第一我们重量就是说，等下上半身一定要保持正直，好，肩膀你不要耸起来，你还是保持下放的轻松的一个动作。那我们拿的这个保特瓶的时间，更加自然的下垂，之后，等入来做一点弯举的一个动作。主要等弯举二头的一个动作的时候，自然我们的发力就会在这边，自然去把它
上来一个90度，好，或是把它举起来，让我们里面的那些肌肉啊，伸展、准压缩，哦，那我们在做这二头弯举的时候，等于上臂你就自然的去平贴在我们的身体的旁边，哦，你不要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好，自然下垂之后，肩膀一样下放，那做一个弯举，这是一个压缩的动作。之后，等不以放回去，做一些伸展的一个动作，好。那我们上臂的话，保持一个正直平放的一个状况，肩膀呢，我们也就下放，好。那我们就会做这个一个动作。那很多人可能在做的时候，有重量的关系啦，我按你耸肩，我按你提做，按摩，按你愈下放来做按你愈好诶。哦，刚刚等愈来做保特瓶的一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肩膀下放，手也自然的下垂，上臂我们自然的夹紧在我们的身体的两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按黑做做啊，哦，手开始提酸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变成说，唔会思考到几奇怪哦，唔会用杂数提试的时间，很无力的，你去试一杂数诶，它就有力量哦，所以你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去做它，哦，那我们刚刚用杂数诶做好的，那你给它做一杂数诶，挺高归算，好，换边。好，右、左、右、左。亚入二头的弯曲的一些基本动作啊，都是这，基本上，铁路卡，我们可以用4组，每一组12下的一个方式的这个节奏下去做。好，按能更加来做一摆，用保特瓶，能做4组12下的一个概念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猛冲，他刚才乱来做，肩膀只要下放，手放轻松，用你二头的肌力的那个力量去做这个弯举的一个动作。10、11、12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之后喘一口气之后，再做第2组的一个部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那我们现在一样休息一下，朝第3组的一个节奏来下去做。那我们第3组我们可以切换，如果等于用单手一边我们可以一样总数12下，等于做一边2来做呢，单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给它第三组做完了，当然做第4组的一个动作，一样，你可以喘口气，呼吸一下，调整你的心情。那一样，重点就是肩膀要下放这个部分，不要一直耸肩，这样子说真的对你身体的雕塑这是会有影响的。好，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
这就是二头弯曲，我等用路开，也得瓶瓶罐罐保特瓶啊，还是讲因为有个洗衣精，给得瓶瓶罐罐都可以。啊，接下来呢，我等可以用一啲，可以去买一啲弹力带，哦，有可能更加路卡路有一啲弹力带，啊，弹力带用来做二头咯，其实我等都可以用脚一腿蹬蹲缩嘅，哦，那你可以单脚踩也可以，或者是你要与肩同宽去踩都可以。那两只手你就自然的，哦，那蹲缩嘅，用肩膀啊，你都下放，手臂自然下垂，去做刚刚我等用给保特瓶做一个姿势一样，去做一个弯曲的动作。那一样，我等臀上臂啊，去保持一个平放在我们身体两侧的一个动作，这样子。好，侧面可以哈，反正我等呢，上肢就在我们身体的两侧。啊，当然要弹力带啊，重量有轻有重，按可以以你自己的一个体能的状况去做这个购买啦，或者是准备的一个方式，这样子。好，以中央我哋基本上都用4组12下来一腿做。啊，1、2、3、4。所以基本上做的时间哦，你这个不是讲一定要做哦，不是安尼一定要做个脚，还是讲安尼摇摇晃晃。所以你就基本上按照你自己的体能的状况去做这个弯曲的一个动作。哦，要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来做。好，那我们第一组12下做完了，一样喘息一下，注意下腰的上臂哦，用腿下放安尼，唔好变成哦睇安尼做。当然有时间，你迄基本上喺重量做过重的时间，冇力的，当然你可以用身体的一个力量去协助你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第2组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接下来啊，那我们第3组的工作时间，我们换一个方式，头都来用只脚蹬，更加唔帮啊，用一只脚一蹬，也就缩开，安尼张力啊，如果变啊够太，变够太的时间，用输的部分没有去影响，就完全是只是我们做这个绳子的踩的一个方式，那你这个弹力带一个力量啊，会有所不同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做最后一组。哦，也共用的去蹬也手嘅，自然而然也弹力带一个张力啊，重量一定会有所影响。哦，所以基本上等乱的蹬，我们加强的那一个强度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呀，4组12下，拢下等基本可以做的一个卢卡一个流程排程啊，你啦。哦，这个主要就本来等的二头有明显的一个张力，哦，啊你基本应该的二头啊做多呀，啊他感觉其实做唔会差，哦，大家那等又再来休息一下，调整你的呼吸，休息一下。